經濟周期口訣，睇息啊，對你炒股好有着數。一、經濟下行睇黃金同埋煤炭。二、經濟上行睇消費同埋醫藥。三、通貨膨脹睇不動產同埋資源股。四、通貨緊縮睇債券同埋高息股。五、利率上升睇銀行同埋保險。六、利率下降睇成長股同埋科技。七、行業周期底部睇龍頭企業同埋優質資產。八、行業周期頂部遠離高估值同埋風險股。九、市場恐慌嘅時候睇優質嘅藍籌同埋穩定收益嘅資產。十、市場狂熱嘅時候要遠離高風險同埋泡沫資產。十一、能源危機嘅時候布局新能源同埋節能產業嘅。十二、消費升級趨勢布局高端消費同埋品質生活相關嘅。十三、產業升級轉型布局新興產業同埋高端製造業嘅股票。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得閒飲茶為粵語財經點讚。